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欣啊。今日嚟咗東區奇光新城拍一套新房嘅，位置喺中山人才公園旁邊，家門口亦都係地鐵口嘅89方嘅3房2廳2衛，有現樓交付噶啦，全屋帶埋精裝修。咁我哋先睇睇小區環境。小區一共有2300戶，屬於大型嘅社區，配套3000平方嘅會所同6.5萬方嘅園林。提供俾到業主都係一啲高品質同埋豐富嘅功能。自己屋企樓下就有健身房、會所、室內嘅恆溫泳池以及圖書館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呢度係2梯4戶嘅設計，呢個位置咧係2戶單位共用嘅，有2間係89方嘅。咁我哋而家先睇帶咗家私嘅板房，保利咧係央企嘅，咁佢都係做嘅都係品質小區。呢個89方咧係南向嘅陽台，咁行出去睇睇我哋視野，其實成個視野都係冇遮擋嘅。樓下嘅話就係我哋幼兒園到高中嘅學校一站式教育啦，咁對面咧仲有一個公立嘅書包。戶型就方方正正，好實用嘅，而且實用率都特別高嘅，去到90%以上。工位都採用3段式嘅衛生間殼，咁有洗手盆啦，乾濕分離。89方都係做咗3房2衛，房間嘅視野都非常之好嘅。呢間做咗榻榻米房啦，好適合我哋做兒童房嘅。主人房呢邊佢都設計咗一個大嘅衣櫃位置啦。咁做套間嘅呢個都係南向嘅房，光線非常之唔錯。樣板房我哋睇完啦，新嘅小區咧環境會比較靚嘅。保利天郡咧有會所、圖書館、恆溫泳池、健身房等等嘅。而家呢套89方咧帶埋裝修，總價120零萬。追求高品質嘅小區咧，可以睇下呢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約我實地睇樓。